迎接中秋，由这群新众团体所制作的中秋礼盒，就是因收入的大宗，甚至是维持一档服务所需要经费。所以市府为了鼓舞大家，甲因落订单，增加买气，6号特别举办联合促销，会中10间新众机构的代表，嘛一一用走秀的方式推荐因的产品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。在地食材，用爱飞翔，喜鹊之礼邀您共赏，缤纷奇丽礼盒，结合在地台南农产品，推出应景的柚香酥。里面藏有大孩子满满的心意。大家打开这份礼盒的时候，都能够幸福满满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的。其中每天一间陪同大家嘛当场试食，场面温馨到底。而今年较无同的是，小桥佮大新每下统一超商等6间企业提供有好康的优惠券，前1万客业拢有加码送400块的折扣，欢迎大家用具体行动来小听。感谢来为我们这个弱势团体点一盏灯，为他们加码的这6家企业，所以非常非常谢谢，也祝福我们接下来这个我们加码的这个社福团，因为今年才现在7月4号农历7月4号，我们已经开始准备8月15号中秋的，好，大家一起努力，好，那中元节还没到，先准备到中秋节准备起来，希望大家可以买很多很多好的中秋礼品，因为大家都要过中秋，这是大节日，你本来就要买的，那能够给我们社福团体高官，然后加上我们许多超商或业者他的一个加码，这是这个 CP 值又高，爱心又高，所以欢迎大家。今年新众团体中秋礼盒联合促销，佮搭配台南400，嘛拢有台南在地特色，希望销售金额会当突破1000万。台南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。